在讲许多念佛人以轮回心念佛出不去，有没有好处？无量劫的善根又累积了一点，这是积分，它又积了一点，这一生不管用。你要问哪一辈子我们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？只要什么时候你不用轮回心就超越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一生当中我们还用轮回心，那就是无量劫来的善根上又增加一点，我们积分又积了一点，来生还继续再搞轮回。由此可知，我们无量劫来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都没有成就，就是没有舍弃轮回心，亏吃在这个地方，毛病发生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能够把毛病找出来，这就很了不起。好像害病一样，病根找出来了，找出来之后，下面要紧的事情要把病根消除，我们问题就解决了。既然晓得类劫以来，就是因为用轮回心修积的善根福德没有能够成就得了，今天晓得了，我们把轮回心舍弃，轮回心舍弃之后，那个样子就是心量广大，眼光广大，所见的所知的是虚空法界，不会再想自己，不会再想小团体。我们这个道场不全，这个道场不行，这个心量太小了，要能舍，要能放下。在我们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，六祖慧能遇到印宗法师，印宗在当时是岭南的大善知识，岭南是现在广东一带佛门里面第一人，人家能放下能舍，全部都送给慧能大师，自己拜慧能做老师，当学生，他的心量多大，所以他能够明心见性。禅宗里面六祖注重那真是第一，真的是空前绝后，在六祖会下开悟的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这43个人印宗是一个。这就是说明你能看破，你能放下，你就成就了。所以我们念佛人必须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身是身体，不要再为这个身体去操心，去着想，没事了。心是念头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世界是3000大千世界，放下了，那你就出去了，没有障碍了。3000大千世界放不下，不行。这是轮回心，你出不了轮回。3000大千世界是六道轮回的范围，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说是信了，还要依教奉行才行。信了之后，道理明白了，方法清楚了，真干，毫无犹豫。这是大事业，超越3界，出六道轮回的大事，干这个事情。世间事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不值得去干。2. 尽性正指实性，即即实相。真尽性，有净念相继者，有不能净念相继者。乃至2字，包括许多功夫不同之人。尽性跟前面的实性、实相意思都相同。真尽性，有净念相继者，有不能净念相继者。乃至2字，包括许多功夫不同之人。乃至一念生尽性者，这一句经文里头东西很多，太多太多了。一念这时间很短，但是功德不可思议。就好比黑暗当中从来都没有见过光明，忽然像闪电一样放了一次光，时间虽然短，从来没有，忽然放了一个光，你说多稀有，多难得。它有一次，它就有第2次，
慢慢它愈来愈密集，这是好现象。像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在座的同修们，乃至一念生寂气，寂气不能保持你就成就了，你就成功了。为什么不能保持？现在听《金刚经》的时候不错，心地很清净，细细一散会，外面看到花花世界就不行了，净气又没有了，又去贪图搞五欲六尘，这就叫一念。从一念到意念相继，这里头有多少等级？意念相继就近圆满的是你一心不乱，你一心不乱就是法身大事。不能意念相继，时间有长短差别不同。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像闪电一样，放一下光，再就没有了，这就是一念生寂气。所以听经的好处很多，你每天来听一次，每天放一次光，这24小时当中能够放几次光，好难得。天天放，几个月连续不断放，几年连续不断放，就变成相继，功夫就成就。由此可知，经不能不读，不能不听，不听必定会被外面境界诱惑，会被外面境界动摇。原因在哪里？现在